中大学太空研究中心伫1995年开始，逐年拢会用无同款的主题做卫星影像的蜡日。每年的蜡日是结合12出电影的场景，透过卫星图记录这个所在地景的变化。这个人跟现在这个人差不多同一个人。 电影春寒伫1979年到台中太平山来取景，看到即摆卫星图，导演杨修新就真有感觉，这是国立中央大学新出的2022卫星影像过滤遥电影，选12部经典影片，对照即摆卫星所翕的地景风貌，感受时代变迁。这是1972年 NASA 的叫 Landsat One。Landsat 是土地之观测的卫星的意思。以前的海埔新生地，现在都已经变成填海造陆的工业区啊。那整个的那个发展也更完全的不一样。 教授讲的是电影《市亚林家》取景的中华线西地区，中央大学太空甲遥测中心利用通翕50公分级超悬解析影像的地球观测卫星，搭配3D 测绘技术，伫台湾各地留下记录。地景上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或者是在电影的呈现上面非常具有特色的卫星的照片，在阅历的结合上面，我们要考虑它看起来整体效果比较好一点。太遥中心表示，因自1995年开始，逐档拢会以无共主题制作卫星影像过滤，除了记录环境、生物族群的分布，阁有天灾的受灾区域分析等等，提供故乡变迁的记录。记者陈阿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